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伫万心三个来敬拜上帝。着仰望上帝，我还佫要称赞伊，因为伊是我的拯救者，我的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三个的吟诗学了上帝献诗135首，献诗135首，救主愿意做我护者，我拢倚靠你扶持，带到草坡，互我啉食。避歹羊条来保庇，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属的阮归属你；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属的阮归属你。献诗135，咱大家起来来。来。
徛伫三个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书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一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掀开圣诗1009页，启文第8篇，启文第8，也就是诗篇23。启文第8，咱三角来启的。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予我到清水的水边。伊予我心的快乐。因为伊的名朝我行正直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难，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棍你的拐，予我安稳自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为着我来牺牲相识。你用油抹我的头壳，因我的背到满出来。你的恩典慈爱一直到我一世人做伴。我免烦惦记上主的事。同心阿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感谢你，互阮大家平安顺遂。伫主你所设立的安息日，阮三天孩仔大家放下世上一切，来到主你的面前敬拜你。阮满心感谢。亲爱的主，新的年，阮有立定各种的事工，阮有看见主的带领甲引带，新的人来到伫教会，互相学习联谊。教会同工兄弟也热心侍奉，求主赐福，互阮会当一步一步、一点一点，按照阮所查表来进行。天气多变化，阮兄弟一侪人受到风寒感冒，身体欠安。求主看顾，通过医药早日恢复健康。阮更加为着年轻长辈身躯渐渐衰弱退化所引起一切病痛甲艰苦，求主甲因三角地地看顾因，通过主你，互因生心灵勇壮，平安喜乐。阮伫主你的面前拜列恳求，愿用敬虔的心求主你应允。即时，阮拢安静伫你的面前，要领受主你的教示，通过牧师讲出你活命的信息，互讲的听的平平得到主你的祝福。祈祷感谢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赞美，请圣歌队。主
出欢喜的声，着出大声欢喜唱歌称赞伊，着大琴称赞上主，大琴唱好听的诗歌学落伊，着用喇叭甲扫角，伫上主咱的王面前出欢喜的声。愿海甲海中的一切拢出声，世界甲万物拢出大声。愿江河拍拍啊欢迎，正山岭伫上主面前做伙快乐唱歌。跳舞跳舞，大歌大琴歌啊，跳舞跳舞，大歌大琴歌啊，跳舞跳舞，大歌大琴歌啊，叫欢喜出声，唱快乐哩。愿大山海牛出声欢喜快乐，愿大山海牛出声欢喜快乐，愿大山海牛出声欢喜快乐，叫欢喜出声唱快乐哩。主要照正义，公平心活世界，主要照正义，公平心活世界，主要照正义，公平心活世界，叫欢喜出声唱快乐哩。咱感谢圣歌队用诗歌带咱来学老主，讲授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10章11节到18节。约翰福音10章11节到18节，和合本142页，汉语本118页，现代中文译本是163页。约翰福音10章11节到18节。约翰福音10章11节，咱来看我来读。我就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着羊放杀性命。做请工的，毋是做牧者，羊也毋是伊家己的羊。看见豺狼来，放杀羊就逃走。豺狼甲因赶散因，这是因为伊做请工，无关心伫羊。我是好的牧者，我捌遮个属我的，属我的也捌我，亲像爸捌我，我捌爸一样。搁我为着羊放杀性命，我也为羊，毋是属即条的。我的确着带因来，因要听我的声，搁要成做一群，归一个牧者。所以别听我，因为我放杀我的性命，通过福到伊。无人对我处伊，是我家己放杀伊。我有权放杀，也有权通福到。这是我对我的爸所受的命令。以上原做话诚侪咱的帮赞。讲到毋再去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耶稣是好牧者，咱将受来听。乐园下这大家平安。平安。这个主日，咱信息分享线接，继续要来思考的，就是主耶稣安怎自我介绍，就是伫福音书内底，耶稣常常讲：“我就是，我就是。”伊介绍伊家己，
互咱来了解伊甲咱的关系，甲伊所要做的代志。所以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进前，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大权能的主上帝，恳求上帝你手持圣神伫阮的中间，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你带领阮，互阮会当亲自听见你伫心中对阮讲话，互阮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得到造就。求主你带领阮，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咱今仔日伫礼拜中间到即时为止，应该咱对伫咱所吟的圣诗，对伫咱所做伙读的启应文，咱拢一直有听见，耶稣是咱的牧者，耶稣是牧者。各位兄弟，伫咱世间人所创造的耶稣的像内底，常看到的主题，其实就是咱大诗歌内底，咱的启应文所读诗篇23篇所讲的，上帝是咱的牧者。主耶稣是咱的牧者，耶稣是好牧者，这个主题常常出现伫后壁的大教堂，迄彩绘玻璃，也是历史中间侪艺术家所创造，无论是雕刻的耶稣像，还是用画图所画出来的耶稣。的像，常常就是将耶稣描写做一个牧者，无论是引带羊群，也是一个好的牧者，去找找迄个走放去的迄只羊仔，甲伊吹转来，无论是甲伊抱转来，也是放伫脚车片甲伊拍转来，这拢是咱常常看到一个后壁的艺术家所描写的耶稣的形象，一个好的牧者。咱等一下就会看到这的艺术创作品，无论是彩绘玻璃，也是马赛克的画图的这个艺术品，若无就是雕刻的耶稣像，拢是这款牧者的形象。耶稣也讲伊家己，伊是好的牧者。耶稣这个好牧者的形象，代表着上帝甲咱的关系是怎样？是款有温度的，咱即马讲有温度的关系，是迄款有包容的关系。无论羊仔走放去，伊大声想的毋是你好大胆甲我走无去，毋是来处罚，毋是，伊是去将即个走无去的羊仔，甲伊吹转来，吹转来的时阵，甲伊抱的，甲伊爱的，安尼来吹转来，这就是有温度、有包容、佮亲密的关系。上帝都成做肉体，成做耶稣，也照着耶稣，将家己比做好的牧者，
向咱宣告，就是上帝所欢喜的，就是咱甲伊亲像羊群甲各样的人的关系。即款关系是各样的人带领羊群去到伫有草的所在，羊群军队各样的人去到有水的所在，来得到饱足，来得到水。这是一款有生命力的关系，是一个行动的关系，是一个有意义的关系。当然，常常咱也探讨着即个上帝是咱的牧者即个披露。啊，实际上伫圣经翻译内底，伫圣经即个联合圣经公会内底，拢常常会讲一个故事，就是有世界有真侪所在，其实无羊啊，亲像讲即个北极圈附近，咱讲爱斯基摩人啊，也是北欧的遮个即个原住民，因的生活内底拢无看过羊啊。各样的人带领羊啊，对因来讲，起初来讲是因真正无办法了解迄是啥物关系，所以咧就爱讲水獭，水獭啦、海狗啦、海狮啦，但是咧煞找无一个对应人对应，即个海狮、海狗，是要带领啥物人？这对因来讲是一个翻译真大的问题。所以咱就看大大迄个，向前看大大，即个主耶稣是牧者的即个艺术品，咱就知影再往前，对，无论是彩绘玻璃，也是即个马赛克的一个图像，也是雕刻品。你看到土地的即只羊啊，代表啥物？走胖去的羊啊！这讲到耶稣甲咱的关系是款有温度的，有温度代表啥物？你若有差错，伊大声关心的是你好无？伊大声毋是责备讲你哪会安尼，讲拢讲袂听。毋是，伊大声的是有温度的关系，就是安尼，亲像手内底也是拍的迄只羊啊。为什么主耶稣是咱的牧者的形象内底，拢一定有即只细只羊啊？咱就想到耶稣所讲，迄一只走胖去、走袂路的羊啊，耶稣就亲像好的牧者。怎样甲伊找倒来？迄款关心的关系，有温度的关系，迄款是包容的关系，迄款是有意义的关系。落兄弟，咱讲到，其实每一个职业，每一个职务。每一款身份，每一个角色，本身其实拢有带着期待，也就是要安怎做，才会当讲是好。亲像做老师的，咱一定有期待，啥物是好的老师？咱做囝儿时势的，会讲啥物款是好囡仔？也是咱做人老爸老母的，什么是好爸爸、好妈妈？亲像爸母教导囡仔，爱整理好家己的房间，爱帮忙做家事，厝里来的代志，你嘛爱斗相共一个。这代表是大人对囡仔，啥物是好囡仔的期待。
也是主管将一个任务交代予伊的部下，也一定是有期待目标通达成，期待会当完成即个任务，安尼就是好的部下。这就是好之字，内底有一个期待，亲像耶稣讲，我就是好的牧者，我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怎样？这就是分别，即个好，就是有一个期待。所以当耶稣甲咱讲，伊就是好的牧者，伊是爱咱知影，一个好的牧者所应该备办的特质。当然，伊讲这是伊的特质，也就是咱正做伊所带领的羊群，咱所会当期待的。第一个特质就是好的牧者是为着羊群，甚至愿意牺牲家己的性命。咱知影，讲到羊群，咱知影羊仔伫旷野内底，其实真容易变成野兽，所要掠、所要食的目标、所要攻击的目标，因为羊仔算做较弱的，所以咧，耶稣讲一个好的牧者，其实爱保护羊群，会当抵抗野兽的攻击，就算是牺牲性命，也在所不辞。所以你讲，会是顶礼拜有教一句英文，即个我用迄个王世坚的相片，互恁印象深刻。Over my dead body， 这就是耶稣讲，我就是羊条的门的意思。因为顾羊的人就是伫羊条的门口，用家己做门，所以咧，就是迄款欺骗 over my dead body 就算牺牲家己的性命，也在所不辞。所以耶稣讲，伊是好的牧者，因为伊一个好的牧者表现出牺牲的疼。这就是耶稣伫约翰福音15章13节有记载，伊讲：人为着朋友放杀性命，人的疼无比即个搁较大的。为着朋友放杀性命，人的疼无比即个搁较大的。但是耶稣讲这，佮煞接伊要互咱知影啥物？安尼为着罪人来死，来牺牲，这是搁较大的，这是人所做袂出来。只有上帝道成肉体，成做耶稣伫十字架顶较做会出来的。所以福音，咱讲基督的福音上中心的信息，其实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这是为虾米？咱伫主日学开始，你别项你背袂起来袂要紧，但是约翰福音3章16节一定爱会晓背。也就是大部分的主日学学生真正拢背会起来，因为有儿童诗歌，就是用约翰福音3章16节，对细汉甲咱讲即个福音，基督福音的中心信息，就是上帝疼世间人，是指将伊的独生圣囝授予福音，叫一切信伊的人，袂至到灭亡，反倒得到永远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福音的中心信息。罪人若照着上帝的公义，是爱灭亡的，但是上帝的疼是遮尔大，上帝的疼是超越咱人的疼。
人是会当为着朋友来放杀性命，好朋友嘛，两肋插刀。但是上帝的疼是遮尔啊大，甚至为着罪人的罪，本来爱死的罪、爱灭亡的罪，伊也家己替咱来担。这就是主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面的上大的意义。所以耶稣爱咱知影，伊所做的牺牲，毋是职责所逼，是出对疼来甘愿牺牲的。所以耶稣用请工甲好的牧者来做对比。请工是为虾米？为五斗米折腰，不得已只好忍受。也是讲惊讲去互立法委员伫立法院甲你定，所以咧不得已就较牺牲的。毋是，耶稣伊所做的牺牲，毋是职责所逼，伊真正是出对咱人所无办法达到的即款牺牲的疼，伊甘愿做。所以耶稣伫今仔日咱大所读约翰福音10章18节，伊安尼讲：无人对我处意，是我家己放杀伊，我有权通放杀，也有权通复倒。这是我对我的爸所受的命令。伊有迄个权柄，伊实际上伊毋免安尼做，但是天父上帝对主耶稣的命令，就是爱上帝本身替世间人来承担这一切，因为人家己无办法承担，照着上帝的公义，人犯罪就是灭亡。所以透过圣子耶稣，透过上帝道成肉体，成做耶稣，来替咱来受这一切。讲到人为着别人来牺牲，讲到人本来有权，其实毋免做，但是甘愿来牺牲。这讲到一个故事，1943年2月3号早起，咱知影二次大战的时阵，美国为着要把伊的军队运到英国，伫遐来准备要诺曼底登陆，所以咧就需要多的船将美国的军队先运到英国遐，所以伊征用真侪即个民间的即个客轮，有一只 Dorchester 的客轮游轮，顶面载900个阿兵哥，这部队是真大，但是真不幸，因船驶到大西洋的时阵，煞互德国的沉水艦，也是沉水艇、潜水艇，用鱼雷来拍着，所以咧船就慢慢要沉啊。即当阵船顶有4个军幕，咱知影美国的军队传统拢有军幕，军幕内底有逐款的教派，无论是天主教会，也是甲咱类似即个加里文的教派、归正教会，也是卫理公会，甚至阁有犹太教的列比。因军幕的任务是啥物？当军队内底阿兵哥，需要找牧师来讲话，也是战争以前需要祈祷，也是伫每礼拜需要来敬拜上帝。这就是军幕的任务。军幕是
军官，伊毋免提前，毋免毋免真正参与战争，因着做好因牧师的即份就好。所以咧，当即个船受到德国的沉水艇来攻击了后，要沉以前，这4个军幕当然做因应该做的，就是伫遐分遮的救生衣，然后咧安慰遮个受伤的。但是最后因发现，即个救生衣无够，所以咧，因就将家己因军官嘛，所以大声有分着救生衣，这是部队内底的规矩嘛，军官先嘛，这因的特权嘛，因就将伊家己的救生衣分互阿兵哥，然后咧，因就徛做伙伫遐祈祷，平静祈祷，然后对着即只船来沉落去。这就是即个4个军幕、4位军牧的一个故事。你若去美国去参观迄个海事博物馆通常有一角就会有即个相片。这真做因一个算做因的海事博物馆内底固定的一个，甚至即个故事喺流传。军官因军幕毋免参与战斗。因是军官，因有特权，对无？军官先啊，对不对？但是因甘愿牺牲家己，是救因根本无熟悉的，因牧养900个阿兵哥，因可能拢无熟悉因所救的人到底是啥，但是因的理念就是救一个算一个，然后牺牲家己。可能有个人讲真无彩，可能有个人讲啊，你安尼嘛敢若救一个人，然后咧，可能过无偌久，去互伊救的人伫战争嘛是死去啊。可能有个人会讲，啊，恁活落来会当牧养搁较侪人，会当安慰搁较侪人，发挥搁较大的功效。但是通常伫迄个重要的时刻。你袂去计算这，袂去计算这，这就亲像咱战争的电影内底，为什么有人遐讲，手榴弹弹来头前，然后一群人遐尼侪人，为什么就有人大声冲去倒伫迄个手榴弹顶面？我想因做即款代志的时阵，因袂去想太济，因只有想讲任务爱达成，因只有想讲。遮个人拢是我的好兄弟，这叫做同袍之情，这叫做啥物是好？过来，咱来看耶稣所讲，伊是好的牧者，伊讲我是好的牧者，伊所讲。即个好的牧者就是关心，因为关心是听上自然的表现。耶稣讲伊是好的牧者，伊亲像牧者各样的人关心羊群。耶稣关心守护带领，亲像各样的人带领羊群。伊是为着要互咱得到真正。利益，亲像耶利米书29章11节讲的，因为我家己知影，我为着恁所定的计划，是互恁得到平安，毋是遭受灾厄的计划，要使恁美好的前程甲愿望，这是耶和华的宣告。上帝爱咱的。是要互咱得到愿望，互咱未来行的路更较美好，毋是爱咱遭受灾厄。当然，咱伫圣经看一句话，咱袂当即个牧师有分享过，有时阵别人伫痛苦中间，你莫当作家己是上帝，好无？用即句话，用即节。去安慰人，
保证伊会足袂爽。为虾米？啊，人凄惨落魄啊！啊，你搁伫遐讲，啊，是要收视率美好的前程甲愿望，吼，所以咱对圣经了解上帝的意思是虾米？但是咱袂当随便甲家己当做上帝。人凄惨落魄的时阵，你甲人随便甲讲，讲啊，你即马所受的痛苦哦，这毋是上帝计划啦。上帝是要收视你美好的前程甲愿望。来兄弟，约伯记内底，约伯迄三个朋友，敢毋是就是安尼？因讲的每一句话拢对，但是咧时机毋对。人迄凄惨落魄的时阵，你会当安慰，就是甲伊做伙，伫遐伤心，陪伊流目屎。毋是伫遐当作家己是上帝，替人解判，讲啊，搁几冬啦，你一定会搁较好啦。咱毋莫想讲家己是上帝，所以咱看到耶利米书，为什么会讲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因为上帝的意念是好，上帝的计划是好，但是上帝的意念毋是咱的意念。有时阵你想讲你捌足济，你去随便用无妥当的时机，用上帝的话反倒转，互人更较伤心，变做伤害别人。这是附带讲的。因最近有读到一个文章，拄好讲到即个问题，要怎样成做一个好的安慰者？正确的话，爱伫正确的时机讲。你若正确的话伫无正确的时机讲，有可能反倒转伤害着人。有时阵呢，反倒转毋捌上帝的话的人，伊就足单纯。你需要帮忙，我帮忙你。反倒转伫真侪时阵，即款的人反倒转是帮助着人。咱基督徒有时阵，咱伤爱、伤急，迄讲上帝的话，煞互一别人误认讲咱伫遐幸灾乐祸。所以留意下这一个好的牧者，伊会当供给羊群每一日的需要。因为只有上帝，较会当伫咱的生活中间，无论咱知也是毋知，伊用伊的方式来供给咱，互咱有够用。听除了关心，也表现伫陪伴。所以咱知影。毋是每一位是大人，拢会当伫物质顶面100%满足囡仔的需要。但是真正至少会当做的，就是陪伴、安慰、支持甲鼓励。但是咱常常拢袂记一啦咱常常就想讲即个物质的需要、具体的需要，甚至半句鼓励的话拢讲袂出来。也是拢变成责备，煞影响着是大人甲是细的关系。所以耶稣用行动甲咱讲，伊就亲像一个好的牧者，无论如何，伊绝对袂放杀家己的羊群。这也就是耶稣所讲的：100只羊仔，有一只走歹去。伊有迄个决心，伊有迄款的疼，伊将99只羊仔先放咧，伊去找迄只走袂熟的羊仔，要甲伊找转来。伊绝对袂放杀家己的羊群。这就是诗篇23篇，咱大大所做伙念的起应文。就是出对诗篇23篇，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中间，这互咱会当得到上激励的一句话，就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
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腿、你的拐安慰我。即句话为虾米遐尼互咱印象真深？甚至是真侪诗歌内底，你会发现，头前后壁可能拢较平淡，然后咧，当到诗篇23篇第4节的时阵，伊就做一个变化，互你特别注意。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腿、你的拐安慰我。伫遐作曲家就会做特别的一个改变，可能转变调性啊，啥物我毋知。但是即句话为啥遐尔重要？因为伫重要的时刻，伊袂放杀咱；伫重要的时刻，伊会用伊的方式来安慰咱。就算咱行伫人生上危急的时阵，当咱拄着上悲伤的情景，耶稣也应允咱，伊袂放杀咱，伊是会一路来陪伴咱、扶持咱，来做伙向前。这是伊的应允。敢看会出这是啥物？这下骹写的就是诗篇23篇第4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哎呦，迄种是警犬，然后一只猫仔。要互恁会记即个诗篇23篇第4节，印象较深。然后耶稣讲着讲，伊认捌伊的羊，认捌伊的羊群。咱知影羊群是一个好的牧者，亲像耶稣的心中，绝对毋是一个数字。我讲这咱教会，有参与事工的，应该拢会知影牧师喺讲啥物。咱伫耶稣的心目中，毋是一个数字啦。讲到啥物数字？聚会人数啦，还是即个洗礼人数啦？敢毋是真侪人看到的，就是即个人数。但耶稣讲，伊认捌家己的羊，伊是关心。所以牧师有分享，咱无错，咱西湖教会是属于较小型的教会。无错，每一间教会起起落落，有时阵会友较济，有时阵聚会人数可能无以前遐济。但是咱敢是将咱所听的兄弟姊妹，敢若看做一个人数？你今仔有来增加加1，你全家有来加2、加3、加4，然后咧。你就无继续啊！你敢有想到今仔日无伫咱中间的会友，到底是为虾米无伫咱中间？有可能最近脚行动较无方便，有可能感冒几若礼拜还袂好，有可能无闲伫伊有啥物任务、开会也重要的活动，咱有敢有去关心？也是今仔日，你感觉讲，今仔日人数有减，然后咧，哇，我要安怎？会友讲要安怎？会友怪我要安怎？就会兄这。耶稣看咱，敢真正是一个数字尔？耶稣讲，伊认得伊的羊群，表示讲伊了解伊的羊啊。甚至顶礼拜咱知影。伊讲知影羊的名，每一只羊仔的名拢知。这就是咱的信仰，咱基督教的神学对神的了解上特别的所在。咱强调的是上帝甲咱个人建立个别的关系，上帝甲咱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为虾米上帝爱咱，称呼伊是天顶的爸。
咱讲袂当随便认老爸对无？交朋友愈侪愈好，认老爸咧，你乱认老爸这四字，乱认父亲，咱讲这是不好，咱讲这是怪怪，四过认老爸，攀关系。上帝爱咱称呼伊是天顶的爸，因为老爸只有一个，朋友愈侪愈好。所以这就甲咱台湾民间信仰真大的无共款，对无？咱有一寡民间信仰的朋友，因出去佚佗会安怎？因老拜，因老拜，因为朋友愈侪愈好。但是咱的信仰，上帝是咱天顶的爸，咱袂当随便认别人做老爸，老爸敢若一个。上帝将信靠伊的人看做是伊的囝儿查某囝，这是一个亲密直接的关系。亲是讲前几冬有一个新闻，讲着讲有人陈情，普通人去陈情啦，写批去总统府陈情啦，结果收到花批，竟然是总统亲手写的，这当时是一个大新闻，大新闻，佮有签名，佮看迄字迹，真正是亲自写的。这代表啥物？咱讲着讲这个，总统真疼人，真疼家己的选民，讲毋对，真疼人民。当然，做这个政治人物，当然因做一寡动作有伊的政治的动机，但是至少亲笔花批，重要的人亲笔花批，这代表啥物？伊个人关心这项代志，伊个人关心你，哇，这是一个真重要、有真大意义的代志。总统亲笔回信，当时真做新闻。但是咱知影，上帝的权柄搁较大咧。伊亲自家己宣布，上帝讲，伊爱咱，称呼伊是天顶的爸，伊爱咱基督的大声，爱对伊讲，阮是天顶的爸。我的爸，这是关系搁较亲密、搁较直接、搁较独一无二。这对咱普通人来讲，这才是真正极大的恩典。上帝不断爱咱每一个人，拢会当甲伊建立一个搁较亲的关系。这个甲上帝搁较亲的关系，是充满着伊的恩典，是咱对伊有更较深的信靠，是通过咱相信咱的信心，不断透过信心经验着更较丰盛的生命。咱每一天目睭天开，咱拢会当感谢上帝守护今仔日早起的日光，守护咱，阁有一口气通活，守护咱，阁有咱所疼的人关心咱，伊爱咱每一天经验着阁较丰盛的生命。落去遐这，耶稣即位好的牧者，至好牧者，所以会当诚做好，是因为伊的本质就是好。伊袂因为羊仔一时的表现，也是羊仔一时的无忠诚、无忠心，就停止伊出对家己的善、美好的本质来疼咱。耶稣是咱真正的好牧者，因为上帝就是疼，上帝就是疼。上帝的本质就是疼，上帝的特质就是疼。这款
牺牲的疼、包容的疼，甲咱建立直接关系的疼。所以愿咱会当对耶稣亲像羊群军队顾羊的人安尼，咱对调调，咱透过有主耶稣甲咱做伙同行，无论咱经历着甚物，咱愿意专心顺服，倚靠伊，专心听伊，也用伊听咱的款式，咱彼此相听。咱做伙按头来祈祷，听阮的主，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互阮知影，你道成肉体，成做耶稣，显现出即款至好牧者疼羊群同款的疼，迄款牺牲家己甘愿为着阮即款的疼，迄款关心阮每一个的需要，关心阮每一个会欠缺的疼，阁是迄款望阮直接家己建立关系的疼。主啊，但是阮常常信心不足，阮有时阵也互世间的杂事所影响，直到阮所追求的，毋是经验着你的疼搁较济，追求的毋是会当甲主你时时刻刻同在同行。有时阵阮想要用家己的方式，有时阵阮想要靠即个世间的势力，阮想讲安尼，阮就会搁较好。但是主啊，你搁一遍提醒阮，就是你，就是疼，你就是完全，你就是阮丰盛的主宰。所以求主你，互阮会当对你调调，专心注目伫你，互主你来改变阮、带领阮。主啊，阮的信心不足，求主你补满。阮有时阵会感觉阮人脉助力无够，求主你用你的话亲自教导阮。有时阵阮感觉无助，求主你，互阮会当搁较深来体会到有主你同在。有时阵阮看头前的路无明，求主你，互阮搁较通经验到你得引带阮。主啊，求主你诚做阮至好牧者，求主你牵阮，互阮会当得到勇气、信心来向前行。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感谢牧师，互咱真好的勉励，应答上帝的话。三个来吟圣诗589首，亲爱主牵我手，引带我得徛在。我野先真软弱，常失败，经风影，过暗暝，带我行入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天庭。咱三个起立来吟。
即时咱要来奉献，咱请秋妹执事、民兵执事来书献。现在大家平安。是咱来掀开咱的周报，咱来看报告的事项。第一，下主日是台南圣医的纪念主日，学院学院派神研所1年级的郭南宏神学生要伫咱本会来请安报告。咱本会也牧师要受派到演结教会来请安报告。第二，3月23拜六，教会有探访，要到伫虎尾来看玉兰西姊妹的妈妈。迄日早起8点要对教会出发。因为车位有限，若有要参加的，请甲牧师报名。第三，拜五查经基督会对3月初2开始，咱要读，歹势。新约一所书邀请兄弟，拜五暗时7点半来出席。第四，本会插画班、春季班，伫3到6月，每个月第1礼拜拜六早起10点，伫咱教会来上课。由咱蒋老师来担任教师，请兄弟姊妹关心甲带导。第五，需要探访甲愿意来开放家庭举行家庭礼拜，兄弟姊妹请在咱牧师报，是咱总职来讲，以便来安排。第六，咱后礼拜的讲道题目甲伫经文，请咱家己来看。聚会活动，咱主日礼拜是早起10点，圣歌队是早起8点45。查经基督会是暗时7点半拜五。插花咱是每个月第1礼拜六早起10点。咱后礼拜的查经经节，到着咱顶礼拜的出席奉献，请咱家己来看，若有毋对，咱用过节来经节。咱圣港的事项，咱即礼拜的招待是邦西兄甲春英节，插花是秋妹执事，清扫是秋妹执事。后礼拜讲道是郭南宏，书会是民兵执事，书琴是玉洁老师，领主我本人，书献是玉阳执事，秋妹执事。招待是素琴姐甲丙龙兄，插花我本人，清扫是有兰姐。咱来看即礼拜的金句。我也有羊，毋是属即条的，我的确着带因来，因也要听我的声，搁要诚做一群，归一个牧者。来，咱斗阵三个来读。我也有羊，毋是属即条的，
我的确着带因来，因也要听我的声，我要成做一群，归一个牧者。我要用羊上7条的，我的确着带因来，因也要听我的声，我要成做一群，归一个牧者。我另有羊，不是这圈里的。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约翰福音10章16节。后来游完这里，撒该用拱手来互相请安，来，平安，平安，平安，大家平安。平安。好，我今日讲话就词性的。感冒最近已经超3礼拜了，都好啊，都剩下一点点安尼，还是有一点点喉咙安尼沙，所以大家身体顾好，最近的感冒就真的是，就是有安尼，就拖一个安尼尾溜安尼就对安尼吼。咱今日听到牧师讲即个好的牧者，伫差不多2-3礼拜前。我去马街病院，转来时坐伫公车顶，看见差不多伫迄个西湖捷运站遐附近的停车场看到一个真水的安尼画面。我坐车顶看到安尼一个爸爸安尼带着因的一个囝足细汉的囝安尼，伫迄个马路安尼跑步跳安尼，爸爸嘛是安尼笑眯眯安尼，伫后壁安尼紧紧顾着安尼。迄个画面真的是就敢若牧师所讲的，一个好的牧者顾着找一只细只羊啊！各位，我要讲的牧者就是咱牧师啦。迄只细只羊就是咱教会上细只。上细只。伊恩。今仔无来。伊今无来。伊都爱哭。迄天我都无意中看到，牧师嘛是笑眯眯。袂晓花大细声，人伊嘛笑眯眯安尼，伊就咧噗噗跳安尼，安尼跳安尼，就是按咱今仔所讲的安尼安尼一个好的牧子安尼，应该毋是走袂去啦吼，应该是出来，可能是放学还是什么，是真好的一个画面啦吼。爱的最自然表现就是关心我嘛感觉我最起码有做出最爱的表现，就是我感冒。为惊到阮差点阮美艳节，我家己去困在书房内底。已经1个礼拜了。上严重的时间是10点40就去困，我毋捌遮早困的吼。结果一直扫到6点40，整个晚上都扫袂停安尼。那真的是毋捌第一摆等着安尼，毋捌看。咱个行讲去差到美艳安尼，毋知我扫了伊就弄。结果我问伊，今仔无伊困到足好势安尼，安尼就，所以真的，所以已经看第3届以后还是有一点鼻音了，袂传染，这个只是喉咙感染，他是说是感染什么之类的，其他的抗生素都已经弄好，所以重点出来关心咱大家，好的照顾身体好，咱就是3个来吟。所要编的圣诗390首，圣诗390首，咱起立3个来吟。我最后。
跟对咱的大牧者主耶稣的脚步，伊伫台头前引带咱，伊也陪伴咱行过人生的起起落落，伊也应允咱，伊绝对袂放杀咱，伊也透过伫十字架顶面为咱来放杀性命，伊表现出伊袂因为咱一时的错误就气杀咱，伊会亲像牧者去找迄只走迷路的羊仔共款，走找咱，引带咱重新行正路。所以，咱就爱认伊做咱性命的救主，跟对伊，互伊来引带咱。全能的上帝，万里关联的神改造阮，温柔的神引带阮，稳定的神帮助阮，互阮服侍敬拜你，对即时到永远。阿门。